想搬嚟日本，到埗之後有5件事要做咗先。第一，做印章。喺日本印章就等於你嘅簽名，開銀行租屋好多文件都會用到嘅。咁個印章可以刻你嘅全名或者淨係姓氏，但記得做之前要諗清楚因為之後改就麻煩噶啦。第二，14日之內就要去區役所登記你嘅地址、印章、保險同埋年金。咁記得要留多啲時間因為我第一次去嗰陣就用咗成4個鐘。第三，開電話，但如果你未有銀行嘅話係幾乎冇可能上台噶。咁最好就首先買張 Prepay 或者試下畫面上呢幾間網上手機公司申請啦。咁記得 download app 之前就去翻 App Store set 翻地區做日本。第四，開銀行，但如果你未住夠半年嘅話大銀行基本上唔會理你噶。咁最穩陣就去郵局銀行，去最近你屋企或者最近你公司嗰間。咁如果你唔識日文嘅話可以用佢哋嘅 app 申請，不過就要等大概2個星期。第五，買 number card。呢張卡同時係你嘅身份證、保險卡，亦都可以辦理好多政府嘅手續文件。登記咗之後大概1至2個星期就會收到通知信，但記得要小心啲 check 你信箱因為日本嘅傳單實在太多啦，好容易被遮住噶。